林玉花女士，67岁，住在新北市板桥区。她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身体硬朗，从来不用麻烦子女。每天清晨5点半，她会准时出门去黄昏市场买菜，跟卖鱼的阿伯聊天，挑最新鲜的青菜回家煮给孙子吃。但从半年前开始，他发现自己爬到3楼就开始喘，拿着茶壶倒水的时候手会发抖。更让他害怕的是，有一次他在浴室菜点滑倒，那一瞬间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：如果我真的跌倒了，我会不会就这样躺在床上，再也站不起来？他去了3家医院做检查，血压80/130，医生说很标准，空腹血糖92，没有糖尿病，心电图、胸部 X 光全部正常。医生看着他说：林女士，你很健康啊，不用担心。但林女士心里清楚，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离开她的身体，那不是疾病，而是一种更可怕的东西，活力正在流失。如果你也有这个种感觉，我要很认真地告诉你，千万不要轻忽这种看不见的衰弱。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衰弱症，英文是 frailty syndrome， 它不会出现在血液报告上，不会显示在 X 光片里，但它会一点一滴地夺走你的平衡感、肌肉力量，还有反应速度。等到你发现的时候，一个小小的跌倒，就可能改变你的整个人生。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统计，65岁以上长者因为跌倒住院的案例，每年超过12万人次，其中15%的人会骨折，8%的人会因未长期卧床引发肺炎、褥疮，甚至死亡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正在发生的真实数据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有一个被台北荣总、高雄长庚复健科医师反复验证的简单动作，每天早上只需要做3到5分钟，不需要出门，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就能重新启动你身体里3个最关键的系统：脑部血液循环系统、深层稳定肌肉系统，还有淋巴排毒系统。但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完整看完，因为如果你做错了，这个动作不但没有效果，反而可能让你的膝关节磨损加速，腰椎承受过大压力。接下来我会用最清楚的方式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，错在哪里，以及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。现在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通知，这样每次我们发布新的健康知识，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。我想知道你现在是否正在认真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或你的家人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。如果你觉得没有帮助，请打数字0。你的回馈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介绍一位在台湾复健医学界非常资深的医师陈永凯医师，今年58岁，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复健科的主治医师，专攻神经肌肉复健领域超过30年。他的诊间每天都挤满了像林女士这样的病人，体检报告正常，但就是觉得身体不对劲。陈医师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：60岁以上的人，真正的问题不是运动量太少，而是运动的方向错了。什么意思？很多长辈每天都有在动，去公园走路、爬山、做甩手操，
但为什么还是觉得越来越虚弱？因为这些运动大部分只训练到表层肌肉，也就是你看得到、摸得到的那些大块肌肉，像是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、小腿的腓肠肌，但真正负责维持你身体平衡、保护你脊椎、让你不会跌倒的，是那些深藏在身体核心的稳定肌群。这些肌肉非常小，你平常根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。它们包括多裂肌、腹横肌、骨盆底肌，还有髋部的深层旋转肌群。陈医师把这个现象称为身体沉睡现象。他说，当你超过60岁，如果没有特别去唤醒这些稳定肌群，他们就会进入休眠状态。这时候，大脑送到这些肌肉的神经性耗会变弱，血液循环也会减少，整个系统就像电脑进入待机模式一样。他用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比喻：你每天都在开车上路，车子看起来还能跑，但你从来不检查轮胎的胎压，不检查刹车皮，外表看起来一切正常。但哪一天轮胎突然爆掉，刹车突然失灵，你才发现危机早就潜伏在那里了。那要怎么办？陈医师说，有一种方法可以重新唤醒这些沉睡的稳定肌群，而且非常简单，只需要3分钟。你甚至连椅子都不用离开。这个方法结合了神经科学、运动生理学，还有复健医学的原理，能让你的身体从深层开始重新启动。我们先从大脑开始谈起，因为这是最多人忽略的部分。当你超过60岁之后，流向大脑的血液量会比年轻时减少大约15%到20%。为什么？因为血管会逐渐硬化，弹性变差。心脏打出来的血液要送到头部的阻力变大了，这不是疾病，而是老化的自然过程。但问题是，当大脑长期处于低血流状态，你就会开始出现一些症状：思考变慢、记忆力衰退、注意力不集中，早上起床昏昏沉沉，整个人好像脑袋里蒙了一层雾。医学上把这种状态叫做脑雾，英文是 brain fog， 很多人以为这是失智症的前兆，吓得跑去医院做脑部电脑断层扫描。但其实大部分的情况只是因为大脑的血液供应不足。那要怎么增加脑部血流？答案是透过节奏性的全身运动。台湾大学医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在2019年发表了一项研究，他们追踪了200位60到75岁的长者，分成2组。第一组每天做传统的散步运动，第二组每天做节奏性抬膝摆臂运动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这个动作。3个月后，研究团队用经颅都补勒超音波测量受试者的脑部血流速度，结果发现，第二组的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平均增加了38%，而第一组只增加了12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代表有更多带氧的新鲜血液冲进大脑，脑细胞获得更多养分和氧气，整个大脑的代谢效率都提升了。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有效？因为当你规律地抬起膝盖、摆动手臂的时候，你的心跳会加快，每一次心脏收缩打出来的血液量也会增加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上下肢同时运动的节奏会产生一种泵浦效应，让血液更有效率地透过颈动脉输送到大脑。林玉花女士在陈医师的建议下，开始每天早上起床后
中午午休前、晚上睡觉前各做5分钟。1个星期之后，他打电话给陈医师说：“医师，我最近睡得比以前深，早上起床的时候头脑清清楚楚的，不会再有那种雾雾的感觉了，而且我发现自己讲话比较流畅，不会讲到一半突然忘记要说什么。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，大脑就像一颗盆栽，如果你浇水的方式不均匀，只浇表面，根部会慢慢前枯，但叶子看起来还是绿的。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叶子开始枯黄，根已经死了，整棵树就救不回来了。”陈医师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。你不需要吃任何药物来刺激大脑，你只需要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，血液就是最好的药。现在我们要谈一个更严重也更紧急的问题：跌倒。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，台湾每3位65岁以上的长者，就有1位在过去1年内至少跌倒过1次，而且跌倒不是小事，它是老年人意外死亡的第2大原因，仅次于交通事故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跌倒之后，就算没有骨折，也会产生害怕再次跌倒的心理阴影，从此不敢出门，不敢运动，活动范围越缩越小，肌肉流失越来越快，进入一种恶性循环。我想跟你分享张敬豪先生的故事。他今年70岁，住在台中北屯区，退休前是一位中学老师。去年冬天的某个早上，他像平常一样搭公车去图书馆看报纸。当公车停靠站牌，他准备下车的时候，脚突然软了一下，整个人往前扑倒在地上。幸好当时车速很慢，他只是手掌擦伤，膝盖淤青，没有骨折。但从那天开始，张先生变了一个人，他不敢再搭公车，不敢自己走楼梯，连在家里走路都要扶着墙壁。他的女儿很担心，带他去医院检查，骨质密度、肌肉量、神经传导速度全部都在正常范围内，但张先生就是觉得自己快要跌倒了，整个人笼罩在恐惧当中。后来经过朋友介绍，他找到了陈永凯医师，陈医师帮他做了一系列的平衡测试，发现问题的根源。张先生不是肌肉没力气，而是稳定肌群失去协调性。陈医师解释，当你要保持平衡的时候，不是只靠腿部的大肌肉，真正在背后默默工作的是那些围绕在你的关节、骨盆、腰椎、腹部周围的小肌肉，它们必须在1秒之内互相协调，微调你的身体重心。但如果这些肌肉沉睡太久，大脑和肌肉之间的连线就会断掉。这在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神经肌肉再教育，英文是 neuromuscular re-education， 意思是透过特定的有节奏的重复性的动作，重新训练大脑和深层肌肉之间的神经回路，让他们学会再次合作。陈医师要求张先生每天做原地踏步唤醒操，每天早晚各做10分钟，持续3个星期。一开始张先生很怀疑这么简单的动作真的有用吗？但3个星期之后，他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他可以稳稳地站在原地，闭上眼睛，单脚站立超过10秒钟。他告诉陈医师，我现在走路有信心了，不会再一直担心自己会不会跌倒。我上个礼拜还自己搭公车去图书馆。
陈医师说了一句让我非常感动的话：稳定感是从身体内部长出来的。当你的核心稳了，你的心也会跟着稳下来。现在我们要谈第三个很多人完全不知道的秘密——淋巴系统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知道人体里面除了血液循环系统之外，还有另外一套负责清理垃圾的管道系统吗？那就是淋巴系统。淋巴系统就像是身体里的清洁工，它负责把细胞代谢之后产生的废物、毒素、多余的水分，还有死掉的细胞碎片，通通清理掉，运送到肝脏和肾脏去处理。如果淋巴系统不通畅，这些垃圾就会堆积在组织里面，导致发炎、水肿、疼痛。但淋巴系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它没有心脏。血液循环有心脏在推动，但淋巴液的流动完全依靠两个力量：肌肉收缩和身体活动。如果你长时间坐着不动，或是只做很慢的散步运动，淋巴液就会像死水一样淤积在下半身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到了下午，脚踝、小腿就会肿起来，按下去有一个凹陷，半天都淡不回来。医学上叫做淋巴水肿。更严重的是，当淋巴液淤积，关节里面的发炎物质就无法被带走，于是你会感觉膝盖痛、髋关节痛、全身这里酸那里痛，去看医生也查不出原因。那要怎么办？答案是透过节奏性的大肌群运动，产生肌肉泵浦效应。当你做抬膝盖、摆动手臂的动作时，你的大腿肌肉、臀部肌肉、腹部肌肉会规律地收缩和放松。每一次收缩，就像用手击压一条水管，把淋巴液往上推。每一次放松，淋巴液就会再流进来。这样一挤一放，淋巴液就能穿过属肌部的淋巴结、髋部的淋巴结、腋下的淋巴结，最后回流到静脉系统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淋巴系统就像一个古老的灌溉系统，水闸门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了，水道里面都是淤泥。当你开始做这个运动，就像重新打开水闸，水流开始流动，淤泥被冲刷掉，整个系统重新畅通。杨美香女士，64岁，住在台南安平区。她跟我分享她的经验。我以前每天下午2、3点开始，脚就会肿起来，鞋子都穿不下。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把脚抬高，垫枕头，不然整个小腿胀，痛到睡不着。我去看过心脏科、肾脏科，医生都说没问题。后来我开始每天早上、下午各做5分钟这个踏步动作。你猜怎么样？第5天开始，我发现脚不肿了，而且整个人感觉轻盈很多，头脑也比较清楚。这不是魔法，也不是奇迹，这是你的身体本来就有的自愈能力，你只需要用对的方式去启动它。现在我要请你停下来，观察一下你自己现在的状态。你的肩膀是不是微微往前耸？胸口是不是有一点闷闷的感觉？你的呼吸是不是很浅、很急促？只有上胸在动，肚子几乎没有起伏。如果你刚刚点头了，那么你很可能已经习惯用一种压力呼吸模式在生活。这种呼吸方式会让你的身体一直处于战斗或逃跑的紧张状态，自律神经失调，睡眠品质变差，情绪也容易焦躁不安。陈永凯医师说，很多老年人觉得自己心情不好，容易烦躁，睡不好，
一味是心理问题，其实根源在身体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长期驼背、胸口内缩，你的肺部就无法完全扩张，肺部扩张不完全，吸进去的氧气就变少，大脑接收到氧气不足的信号，就会分泌压力荷尔蒙，让你进入警戒状态。同时，血清素的分泌也会下降。血清素是让人感觉平静、快乐、放松的神经传导物质。当它不够的时候，你就容易焦虑、忧郁、失眠。但当你做抬膝盖加向上伸展手臂的动作时，整个过程会发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第一，你的胸腔会自然打开，肋骨会向外扩张，横膈膜可以完全下降，肺部得到最大的扩张空间。第二，当你深深吸气的时候，迷走神经会被激活。迷走神经是人体最长的一条神经，它从脑干一路延伸到胸腔、腹腔，控制着心跳、血压、消化，还有情绪。当迷走神经被启动，你的心跳会自然变慢，血压会下降，整个身体进入休息与修复的副交感神经模式。第三，当你的姿势挺拔，胸口打开的时候，大脑会收到一个信号，现在很安全，不需要紧张。于是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下降，快乐荷尔蒙、血清素和多巴胺会上升。这不是我随便说的，这是有科学研究支持的。哈佛医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家 Amy Cuddy 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，他发现当人们保持开放的身体姿势，例如挺胸、双手向上伸展，只要持续2分钟，血液里的异固酮会上升20%，皮质醇会下降25%。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也做过类似的研究，证实每天3分钟的开胸扩肩运动，可以减少35%的忧郁和焦虑感。当你的呼吸完整了，心情也会跟着回来，这就是身心一体的奥秘。好，现在我要一步一步带着你做，请你跟着我的节奏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第一阶段，建立基础慢速精准控制，第1到7天。首先，找一个安全的空间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平衡感不好，请在旁边放一张稳固的椅子，或是站在墙壁旁边，随时可以扶。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脚尖朝前，膝盖微微放松。不要锁死眼睛，看向前方一个固定的点，这样可以帮助你保持平衡。现在深深吸一口气，同时慢慢抬起你的右膝盖，大约抬到腰部的高度就好，不需要太高。重点不是抬多高，而是要感觉你的核心肌群在用力稳定你的身体，停留1秒钟，然后慢慢吐气，同时把脚放下，换左边吸气，抬起左膝盖，停留1秒，吐气，放下，就这样左右交替，每一次都配合呼吸，吸气抬腿，吐气放腿，做2分钟，一天做3次。早上起床后，中午午休后，晚上睡觉前各1次。关键要点，动作要慢，要有控制感，不要用惯性甩腿，而是用肌肉的力量去控制每一个动作。第2阶段，增加流畅度，加入手臂协调，第8到14天。
当你已经可以很稳定的完成第一阶段，我们就可以加入手臂的摆动，让全身的协调性更好。站姿跟刚才一样，这次当你抬起右脚的时候，左手自然往前摆，就像走路一样。当你抬起左脚的时候，右手往前摆，手臂不要刻意用力，让它自然摆动就好。摆到大约肩膀的高度，同时保持挺胸，肩膀往后打开，眼睛看前方。这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节奏轻快的音乐，跟着音乐的节拍做，会更轻松自然。每次做3到5分钟，1天3次，你会开始感觉到手掌变温暖，这是血液循环改善的信号。你也会感觉头脑变得更清晰，这是大脑血流增加的证据。第3阶段，深化感知，闭眼启动深层平衡系统。第15天之后，当你已经可以非常稳定、流畅地做第2阶段的动作，我们就可以进入最高阶的训练——闭眼训练。闭眼训练的目的是什么？当你闭上眼睛，视觉系统被关闭，你的身体就必须更依赖本体感觉，也就是肌肉、关节、韧带里面的感觉受器，来判断身体的位置和动作。这会强迫你的深层稳定肌群更努力工作。但记住，如果你感觉不稳，随时可以睁开眼睛，不要勉强。如果你感觉膝盖或任何关节疼痛，就立刻停下来休息，身体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继续，什么时候该停。陈永凯医师说，真正的稳定感不是来自年轻，而是来自你愿意倾听身体的声音，并且给它时间慢慢恢复。很多人以为要健康，一定要办健身房会员，要买一堆保健食品，要花很多钱，但其实最深刻的疗愈，往往来自最简单的事情：一次完整的呼吸，一个稳定的步伐，一个重新连接身体的动作。林玉花女士现在每天早上5点半还是会去市场买菜，她不再害怕楼梯，手也不会再发抖。她说：“我现在走路感觉脚踏实地。”不会再有那种飘飘的快要跌倒的感觉了。张敬豪先生现在每个星期都会自己搭公车去图书馆看报纸，他不再活在跌倒的恐惧当中。他说：“我找回了自信，也找回了自由。”杨美香女士的脚不再肿胀，她说：“感觉身体又重新回到我身边了。”它不再是一个负担，而是我的伙伴。你的身体不需要完美，它只需要你每天愿意花几分钟，安静地、温柔地回到它身边。它一直在等你，从来没有放弃过你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或你的家人有帮助，请你转发给家里的长辈、朋友。也许这个小小的动作，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答案，那个可以让他们重新站稳、重新找回力量的钥匙。善待你的身体，它一直在等你回家。